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还是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谢依玉、林雅婷卫冕之路大不同，赛博仪3次卫冕失败，命带卡关的男子。你选安的歌型，你进不去，又没有自己的特色。唱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鬼打墙哦，是每个都要遇到的，重新找一个方向，为自己。但是他努力坚持自我挑战，上周自我突破，表现亮眼。唱出家己的风格，而且你阁把这条歌加分足多。今天更是完美演出。我免开迄段用心的日子，写的念的拢是你。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你的粉丝。而林雅婷参赛以来高分不断，宛若高分收割机。你有一个天生的好嗓子，然后你诠释歌曲有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非常好，一点都不做作，也没有添油加醋，那是很自然的山里的味道。今天更挑战男歌女唱。人生唱的歌是对电视人，就已经写。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你唱最好的一首歌了。卫冕者大爆发，即将创下高分纪录。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这个医护人员擂台赛快要接近尾声了哈，所以赶快来欢迎的是一家人擂台赛。对啊，不管你是兄弟姊妹、翁仔某，还是父母跟孩子，还是你只要有合法关系的，都可以来报名，欢迎大家来啊！当然，除了这个好消息以外，被大家讲的是讲的小小歌王体验营要开始了啊！我们在8月3号跟8月4号正式来举办，我们会有专业老师来授课，还可以进到录音室去录音，最后呢，还可以把这个成品带回家做纪念。赶快让你家的小宝贝来参加哦！后咱今晚先来欢迎评审团，好几位是吴浩哲老师、许常德老师、流氓阿德老师。荒山亮老师，索罗西红人榜卫冕者谢依玉、林雅婷，宝座候选人萧承佑，青春组上周平手，暂时从缺。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谢依玉，宝座候选人萧承佑，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来自桃园平镇的萧承佑。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谢玉 C 威希。承佑有在这个当音乐老师，那你上课都上些什么呢？然后主要就是上一些不是古典音乐的东西。那你会在课堂上放台语歌吗？所以刚开始就是可能会介绍台湾第一首流行歌《桃花泣血记》，然后一直演变到现在，可能有不管是台语、客语或是国语的流行歌这样子。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呢？我今天带来的是陈一郎老师的《揪路揪路》。那 C 波仪呢？啊，听说你现在有在唱 cover 哦。是上次跟我比赛的战友孟巧。孟巧，对，就是怎么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有找我，就是要一起录一首歌这样。然后那一天我进去录音室的时候，我觉得好酷哦，因为我其实自己很想要有一个录音室。因为我觉得你随时想录就可以录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就是你戴上耳机，然后听自己唱的时候，就会很明显你自己的所有的缺点，然后唱起来就会惊惊这样。好，你要唱啥？我要唱江蕙老师的《放袂开》。哦，今天好刺客好厉害哦，你们真的要小心哦，因为他曾经拿过全国大专院校歌唱比赛的第1名。让我们来欢迎沙哑苏雅轩来挑战哦，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桃园的沙哑苏雅轩。啊，为什么会叫沙哑？因为我幼稚园很爱哭，然后只要一到幼稚园就开始大哭，哭到那个幼稚园老师直接把我妈叫回来把我载走。因为真的太失控，结果老师那天刚好我声音哭哑了，然后要帮我取英文名字，
结果就取了沙哑这个名字。哦，也刚好符合他当时的唱腔。所以你的沙哑是哭到沙哑就变沙哑。对，但确实他讲话的声音有一点哑哑的那个 Q 哎。那家里是谁喜欢听台语歌？家里是全家都很爱台语歌，然后因为从小他们就是都唱台语歌，所以就耳濡目染啊。那跟爸爸妈妈感情很好，听说现在都还是彼此传早安图哦。就是我爸爸，因为每天要确保我是安全的，因为他们我现在住台北嘛，他就每天传早安图给我，然后就回一个贴图。然后就再传一个早安图给我，我再回一个贴图，每天就是这样子。哇，好羡慕哦！我跟我女儿从来都没有。我说你怎么都不问候一下？她说有事我会告诉你。其实也是啦哈，长大了通常不太愿意跟父母这么亲近呐，对不对哈？应该是说有一次我只是没有读讯息，然后爸爸就太紧张了，他隔一天早上就开车上来台北，然后打电话给我说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家睡觉，他说我在你家外面，你出来给我看一下。因为你没有回那个讯息，他以为你怎么了？对，所以就直接从桃园不安全了，从桃园开过去找你。对，哦，宝宝好可爱哦，真的，不可以不回啊！哈，我现在都有固定回了。年轻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是限制，对，你要到一个年岁之后才知道，那个限制也代表的是支持，对不对？哈，所有的梦想要在往前冲的时候，当你回头一看，有人在背后给你支持的时候，其实那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对不对？对，因为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呢？今天要带来《飞在风中的小雨》。好，欢迎他们3位。谢谢苏亚轩。接下来萧承佑带来的歌曲是《揪路揪路》。偶像组宝座争夺，互不相让。萧承佑上周出世提升，大获好评。
那我觉得陈佑今天唱歌，其实我还蛮惊讶的。今天乘胜追击抢宝座，我是写一个享受，我现在很享受你唱歌。谢依玉是遇强则强，全力应战，非常的有信心。然后今天，希望我可以自己维持住这个水平，然后继续的唱下去。我变开迄段用心的日子，写的念的拢是你。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你的粉丝，只是听你唱歌就会非常享受，很放心的听你诠释一个新的版本。双强对决，谁能获胜？烧酒饮无停，做着酒女为环境，唔通讲阮无情景。酒女你着唔通无心情，红泡不行，看着自己的本领。予人来批评。三番走唱袂停，一舞三世情。五番人客有感情，可惜已经有家庭。酒女你若目屎在胸前，哪有好坚定？真在烧酒的人生，声声无奈声路用。酒女你若目屎在胸前，哪有好坚定？真在烧酒的人生，声声无奈声路用。谢谢萧承佑。接下来谢依玉带来的歌曲是《放飞》。失落的人总是空虚，思念总是困袂去，啉着一杯无味的白滚水，沉醉在褪色的旧相片，将你的陪身留伫身边，证明我犹原爱你。嗅着你流落来的香水，闻着你无留感觉的味。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分离？我变开迄段用心的日子，写的念的拢是你。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想你？我看在眼来听你心，敢讲想你是我心碎的开始。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分离？我变开迄段用心的日子，我写的念的拢是你。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想你？我看在眼来听你心。敢讲想你是我心碎。
想你是我心碎的开始。谢谢塞维仪，来，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苏亚轩，老师好。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音色那么好，然后唱歌这么有经验，我觉得如果最后这2句哦，可以有一种整个完整一篇的东西，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设计，我觉得，啊，不然很可惜这个声音，你的声音实在是，我甚至觉得你的声音是3个人最好的。谢谢老师。然后 C 位仪，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你的粉丝，就是听你唱歌就会非常享受，很放心的听你诠释一个新的版本，就完全都不用担心。以前你唱歌哦，我真的你还没有唱，我就开始在担心呢。哦，那担心什么你知道吗？担心说啊，唱成这样，那待会可以直截了当的讲缺点吗？然后你不会受伤吗？我以前会担心这一点的，但现在不会，加油！谢谢老师。呵，浩哲老师，请讲评。沙哑，我觉得你的音色是很厚实的那一种，而且是很有经验的歌手，因为你有驻唱的经验，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棒。不过你在挑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些细节必须要跟你说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在唱主歌的部分，其实你都很颗粒的，因为你这样唱起来一颗一颗就有点像军歌的感觉，会有那个感觉，那样它那个律动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挑歌曲在唱歌的时候要去先想想看它的旋律跟它的歌词的意思，你可以用你的你这个年纪你的所有的想象的感觉去唱一首歌，也不见得一定要去听原主唱他怎么唱，甚至你一定要去内化成为你自己的，再去变成你自己要去唱歌的样子，我觉得那会比较更像你自己，而且我觉得你声音这么好，一定会帮很多歌加分的。哦，我觉得你可以再好好的去进化一下哈。谢谢老师。好，陈佑老师好。今天比上次稳定多了，应该比较习惯这个舞台了哈，所以你今天的声音就比较稳定。不过还是一样的，就是你这可能要自己去做一个训练，就是你的声音的厚度比较不够。你的声音大部分会在于喉咙跟胸腔这个部分出来声音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可以再让自己的气的部分再去做一些训练，我觉得你会更稳定。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方面再加强一下哈。好，谢谢老师。谢谢，我们请阿亮老师为我们讲评。陈佑老师好。你在挑的歌其实也都是叫古早味的，对吧？好，但是既然你要唱这种古早味的歌吼，有一寡功夫都要去练。好，譬如讲你有一些更细节的东西，譬如讲那有好坚定那些小转音的东西，你该到位你还是要到位。好，那刚才那个浩哲老师提醒说，有一些发声的练习啊，一些那个让你的声音更往上往下的那些开发的东西，我觉得跟老师好好再讨论一下，我相信你会更上一层楼。好，这位。好的，我其实也跟阿德老师一样，我就写一个享受。我现在很享受你唱歌，看到你在台上唱歌，你自己很陶醉那个样子，是很迷人的哦。好，你已经有那个样子出来啊。好，那所以现在你要开始注意，就是说你的每一次演唱，你有没有办法把画面带给我们？那这是我们期待看到你将来的每一首的表演。谢谢老师。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沙哑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第一次来挑战这里面的刺客沙哑的成绩来到了23.7分。不错哦。上个礼拜第一次来挑战就成为宝座候选人，厉害了哈！我们来看他这礼拜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萧承佑这礼拜的哇！青春族大乱斗战局难舍难分，挑战者个个实力不俗。上周廖世功初登场，和阿德战成平手。平手再战，带来高难度歌曲。新任挑战者更是有备而来。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上帝。面对考验，阿 Sir 亚萍使出浑身解数。思念你是
痴枪无药可伊会苦。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激烈战况，谁能脱颖而出？评审请下分数。萧晨佑这礼拜的，哇！不一样，24分哦。好，怎么来看买下咱的谢意玉？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来，4位题。老师讲听你唱歌，这摆是真享受啊！哇，24.4分。你是还是要维持在水面啊，不可以飞起来哦，哈。不可以哦，不可以。你是鱼哦，大尾哦，不可以变大尾哦。哇，恭喜沙洋哈，这个声音再来我们这个舞台，绝对不能放过你，好不好？希望你赶快回来，好，谢谢沙洋，期待下一次的表现，谢谢，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哦，谢谢老师，刘毅，大大的恭喜，获得我们24.4分的世杯题，冲进了第3关，也恭喜陈佑。保有候选人资格。上节目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我来说，所以就是爸爸妈妈，我在这里，我上第4了，耶！就这个24分啊，可能对我来说好像蛮遥不可及的。没想到竟然会第2次上台就可以碰到这样子的分数，就很感谢评审老师。我比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一次24.4，我其实有一点吓到，因为太高了，我是车轮战吗？但是我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水平吧，都尽量在24分。上周阿 Sir 卫冕大危机，挑战者一首痛阔如林心，深情演绎，精彩万分。一开口的感觉，我就觉得你把你的整个灵魂都唱进去。而阿 Sir 却状况不佳，陷入苦战。你后面的部分你要需要很多的气的时候，其实会不够，副歌的部分punch出不来。最终2人高分平手。他的全力以赴啊，对吧？心情有点乱，但是不要乱想，就把歌唱。2人再战，谁能晋级？伤心目屎。桥边引起阮心酸悲，孤单空相思。
过日，变心在哪里？亲爱的，我离你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被。谢谢廖世功。接下来蔡宗颖带来的歌曲是《花朵》。袂清是目屎也是雨，目睭前那一片淡孤孤，秋风吹，吹满山花落土，是我也是你的错误。花若离去，春香袂水，我若无你。食也无味，思念你是一种无药可医的苦，药就算讲你是在世花朵，画久了伤，也已经找无你的笑容，爱的心花。讲入心肝，只望你在歌梦中。谢谢阿舍，谢谢老师。好，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讲评。陈秋伯啊，老师好。其实我今日看到你吼。我感觉你就是我心目中 super star。我感觉你就是伫这个舞台顶，全部一切拢伫你控制当中。虽然今日你演唱的当中有淡薄歹势，可能有落一歹，但是袂要紧 ，live 就是安尼，无迄款完美啦，完美拢假。上重要的就是你的感情的表达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流畅。这是我对你唱这条歌的时阵所有的感觉。其他小瑕疵，其实我感觉迄个就是私底下再个改过来就好。好，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阿 Sir， 一样啦，你还是很稳定啦，那各方面都很棒。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矮的心会跟公里心瓜那边那个有一点哽咽的感觉，你是故意的还是什么？情绪上去做到那边吗？没有，就是我自己在家练的时候，我都很想哭。哦，那是哽咽的感觉。因为那个歌太痛苦了。我现在跟你讲，如果说到那个地方去，如果说你是气不够的话，其实会变成这样。但是你如果是因为是感动哽咽的感觉，其实那是更好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的表现是，其实整个这样听起来是很棒的，是我喜欢的。呵，来我们看一下村长的分数，好不好？村长的成绩，好，我们看评审，请下分数。来喽，再来传丢廖世功廖村长的分数来到23.7分。好的，那马上就来看我们蔡宗颖阿 Sir 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阿 Sir！ 还有阿 Sir， 永金。蔡宗颖平手再战顺利晋级，却又遇超强对手。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你下了很多功夫在这首歌上面，所以我们听得很过瘾。听到你第一句出来时，我跟你而且跟你比赞。面对强敌，阿 Sir 重整心情，拼落去。秋风也有，也无替阮想。你的表现其实应该是拄啊好呀，就是讲你还佫会使佫较好。我感觉你现在找不到方向，也找不自信，有一点点跑掉。状况不佳的阿 Sir 能守住胜利吗？下分数，加油阿 Sir！还有阿 Sir，有金，哎呦，哇，金价有气 K 嘞，23.9，差一点点哈。那我给你船长，阿你过来哦，好，再过来，谢谢村长，谢谢。立刻有请我们的卫冕者阿婷啊林雅婷，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的阿婷啊林雅婷。好，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呢？命中注定。哦，因为他这个有生2个儿子哈，是2个男生会不会吵架？哦，凶的嘞，很凶，会打架。因为他们2个都是学那个柔道的，那他们打架怎么办？就打完再阻止啊！打完再阻止啊！有胜负之后再阻止。是啊，他们都是用互摔的，就当成也是练习啦。很快就要参加比赛了吗？哦，他们上个礼拜才比过哦，就是全国柔道锦标赛。对，成绩怎么样？弟弟是拿铜牌，个人赛铜牌。哇！哥哥是下次再联络。好 ，OK。可是他们2个兄弟有在比那个团体赛，3人组的团体赛。他们2个合作可以拿冠军呢。所以平常打架有差哦，体力断筋啊，要常打哦。欺负别人家的孩子哦。没关系哈，如果打架这件事情呢，阿 Sir 就最厉害了，对不对哈？你有在处理打架？没有啦，当然呢，我都被打，你都被打，打到鼻青脸肿，眼泪都滴下来了。我特别要提一下，就是说诈骗太严重了。像我的粉丝页经常被拿去当成诈骗哦，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看到说什么美人姐介绍什么减肥什么什么的哈，黑龙卖行哦，除非你在我的粉丝页啊，你怎么知道说这是我的粉丝呢？你看那个人数哈是100万人的，那个才是我的粉丝页。蓝勾勾没有，现在只有蓝勾不准了，要100万粉丝的，可以在奇怪的粉丝页，安尼哈，哎呀，一般那个诈骗真的太严重。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也喜欢听我讲诈骗的东西，那我今天就来讲一个。曾经我在菜鸟的时候啊，警察菜鸟的时候，有跟学长大概30-40个人去办一件案件，他们说要去攻坚，就派我拿那个摄影机，然后其他学长就拿那个防弹盾牌冲在第一个。我原来在一家高级住宅区有诈骗集团，等到确定人走进去之后，我们就攻进去，叫那些歹徒全部给我趴下，结果。歹徒趴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裤裆那边啊，湿湿的。哦，那样吓到，吓死了，对，吓死了，对。哦，那次有攻坚成功就对。有攻坚成功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诈骗集团？里面有很多台电脑，然后其实东西查甫的操控电脑，他们就假装女孩子去骗男生，哦，去钓鱼就对了啦，然后跟你谈感情啦，对不对？哦，你就会误以为说这是一段恋爱，对，急着会出来啊。对，刚聊第1天就叫老公了，然后就是老公明天刚好有一个什么事情，然后需要什么钱这样子，嘿，小小的跟你要一下呢，嘿，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慢慢掉，哎呀，所以要很小心，对不对？很小心。哦，来进行刺客。好，我给各位来介绍这礼拜的刺客哦。他是一位很会种盆栽的钢铁副科长，掌声的欢迎盆栽达人薛福林来挑战。很会种盆栽。大家好，我是高雄来的朋友人，人讲讲到到会该讲人会爱的钢铁刺客薛福林。哎吼，你捌讲过什么人？讲到红爱啥啦？因为我本身是咧做伫钢铁公司咧上班，所以要安怎形容阮的钢铁，就是硬啊，
啊，硬了，对了对了，这个是你是在钢铁业，但是这是你的闲暇的一个爱好就对了。对，因为我本身兴趣就是种盆栽，我伫阮的社区的总庭种着100几丛的盆栽，今仔特别炸这盆红花的麒麟花来上咱红人榜。这盆叫麒麟花啊，哎，麒麟花，麒麟花，哦，它是有刺的哦。祝福咱制作单位、甲咱的主持人、甲咱的评审老师，拢会当大红大紫。你讲好不好？多谢你的祝福。你这段是咪练足久的？系啊，练足久的。讲完了，过关了。伊这吼，伊这为足细长开始雕到这个形安尼吼，系啊。可以加碎小而美哈，很精致的感觉。那我就代表来，本节目就收下了哈，谢谢您哦，谢谢啊，擦掉呀。会红啊 OK， 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带来那个可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就钉金的人，因为他在钢铁业哈，他是做几年了？20几年了。他是负责哪一个部？我是中钢的钢卷来分条。其实咱在座拢有用过阮公司的产品，包括 iPhone， 是恁汽车的零件，这拢是阮的客户来甲阮定制阮的钢带。生产的，那你们是不是也要穿一些特别的防护的衣服？我们每天早上就是第一，阮的钢卷拢足重的，无法度用人工搬运，一定要用天车。所以阮公司足注重公安的，就是阮透早一定要规定，就是爱做钢索的检查。阮的生产的时阵，阮拢爱穿安全鞋，嘿，安尼防止公安的发生。啊，你结婚几档啊？哦，我结婚10几档啊。10几档啊，吼，啊，当初是安那就钓水某的？因为阮传统产业拢是男生居多嘛，对啊，所以拄啊初退伍的时阵，要安那熟悉七啦，无法度。阮主要是去看电子公司，就是女生较侪公司来去做联谊。对，哦，你是联谊熟悉啊？联谊熟悉。啊，你是做什么表演去用安尼甲你看到？啊，我就。当然，咱是爱表现咱的长处，就是唱歌，骂人的歌声，招伊合唱。交往到结婚也真有20年了吧？还是20几年了。20几年了，哇，嘛是一个哈纯情男人呐，哈，哎呀，干嘛不相信哦？你不相信呢？哈，纯情吗？我连刚找阮某来，你甲甲问看卖啊？人钢铁男子，我讲无算啦，你问阮某啦。你嘛看你有连钢无？你先唱我赢好不好？唱我 Kitty 才有连钢啦。是。好，我们来掌声欢迎3位。薛福林在铁卷分条厂担任副科长，热爱工作并且认真负责。而他还有一个更热爱的兴趣，就是唱歌。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伫咧国小的时阵，我就参加阮学校的校园杯，想袂到就摕到第1名，所以对这个歌唱比赛最有兴趣。因为阮兜规口哨拢是红人榜的忠实观众，结果我甲阮囝讲，我较早做歌唱歌，阮囝拢唔信。我想讲，50岁送互家己一个生日礼物嘛，当证明，互我的囡仔讲，因爸爸较早是真正真会唱歌的，希望这道。我会当得到好的成绩，所以这道我会全力以赴。副科长，加！谢谢薛福林。接下来蔡宗颖带来的歌曲是《秋风雅雾》。秋夜静，是上听见杜鹃号悲情，因阮思乡不知何吹冷，自恨自叹，幸福未完成。前途茫茫，我仍是光明。
阮添忧愁，思思念念，一日如三秋。谢谢蔡宗宇。接下来林雅婷带来的歌曲是《命中注定》。林雅婷参赛以来风格多元，一首歌唱啊唱啊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茫茫前程。百变林雅婷自我挑战，挑战男歌女唱，突破极限。我希望我可以用很棒的情感来诠释这首歌曲。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你唱很多歌里面最好的一首歌。雅婷能突破极限，再创高分吗？一日放在身边，如今变成一夜一夜的大长心。随伊讲去，我想要爱你。是对电视人，就已经写。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只有在梦中，咱才有缘搁来作伴。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今生唱的歌是对电视人，就已经写。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只有在梦中，咱才有缘搁来作伴。只有在梦中，咱才有。谢谢。好，马上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好的呀，老师好。哎呦，我刚才在听唱片的哦。哦，哎，这整个那回忆杀拢起来。那较早咱叶启田大哥这条长咧红的时候，我嘛是逐工听咧。哦，听到什么？这款的大叫叫我怎样？而且你都学的，都就教混的哦。你很多细节什么，你下了很多功夫在这首歌上面，所以我们听得很过瘾。好啊，我感觉今天这条歌你唱了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谢谢老师。啊，我们的那个雅婷，老师好，听得很过瘾。我觉得这首歌哦，你拿捏得非常好，哦，那个感架嘟嘟后，
那个轻重的拿捏，然后这个有一些我们上次讲的什么 power 啊，有一些什么比较需要那个推出来的地方，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版本的这个演出，我是很喜欢的，我给你不错的分数。好，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福林兄，我今仔听到你第一句出来时，我而且给你比赞，你有看到？我唔知道你有看到，不要紧。我的意思是讲，我相信你某是去互你的歌声骗到的，因为这我有经验。但是你今仔日表现来讲，实在是唱了真好，应该送的送，应该按的按，应该有安怎的表情，应该有安怎的画面，我感觉你表现啊非常的好。谢谢老师。这个你是鼓励这啊，这个阿 Sir， 其实我看你今日感情啊，应该是讲感情还是情绪啊，吼，到这阵可能还会平复下来。以我几集看到你的表现，其实我应该讲啊较全面淡薄啊，就是讲你的表现其实应该是拄啊好尔，啊，就是讲你还佫会使佫较好的。啊，人即摆讲你是撞墙期，我期待你。下一届的时阵已经把墙弄破，我感觉你现在是一个处在一个方向感走去啊，你唔知影要安怎行你下一步，我唔知影你是到底拄到什么代志，应该是你爱家己想看卖啊，你安怎要打出这个撞墙期，那亲像你咧抓歹人安尼的时阵尔，提名甲伊拼。哎，愈来愈好，好不？咱邀请吴浩哲老师啊，给咱讲评。阿 Sir， 我感觉你现在找不到方向，也找不自信，有点跑掉，会不会有那个感觉？对，就是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觉得你应该要把它录下来，面对自己，去听自己的东西，你去找你自己的缺点，因为别人跟你讲的缺点，因为每个人，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社会老师在这边。可能4个人听的角度不同，跟你讲的都不同。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去吸收很多人跟你讲的东西之后，把它录下来，去面对自己，你会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我觉得这样你才会去找到你的方向，不然再讲再多，其实你会更找不到方向。雅婷，老师好。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你唱很多歌里面最好的一首歌了。你这首歌从前面到后面的整个情绪的你自己的放开的感觉，然后其实。很放的感觉跟很轻松的感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轻松，但是不是叫你不认真？轻松是有些是啊，你要轻松点唱啊，他就带过就算了。但轻松里面的认真啊，这个很重要。哎，整首歌的情绪，我觉得到后面的那个感觉，你都有把握住。不过呢，有一点点我必须要建议你的，就是因为你们来比赛的时候都会有彩排嘛，对不对？彩排的时候你要听听乐队老师他的音乐、他的拍子、他的点、他的轻重。去唱到贴近乐队老师所有的音乐的感觉，我觉得那才是最完美的。因为人生在一个乐队里面，它只是乐器的一种，你不能脱离那个乐队老师所有的每个音乐、每个乐器。一脱离之后，你就是你乐队老师是乐队老师，那就不是一首完整的歌。这是你接下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今天我觉得福林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哈。谁？福林啊。我们刚刚给他取一个英文名字。哦，对。Shuffling。对。Shuffling 刚刚一开始说这之后要带他老婆来跟我们认识啊，听起来好像有之后，又好像可能没之后哦。福林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来自高雄钢铁副科长薛福林的成绩来到，哎呦，我来看一下阿 Sir 哈。目前处在撞墙期的阿 Sir， 我们刚刚哦，好不容易才拿到宝座候选人的资格，会不会留在榜上？评审，请下分数。哇，真正我嘛无啥敢看呢。阿 Sir， 不会吧？这样，哦，你敢？又卡关了，又评审。哎呦，大家过来看咱。要闯第13关的阿婷啊，命中注定会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来了，林雅婷，还有看起来是命中注定冠军啊，24.3。好，来，好，先一起回高雄的路上好好讨论，好不好？来这边请，这边请。谢谢。好。
非常非常恭喜我们的阿丁啊哈，来恭喜你！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谢谢老师。杨毅林雅婷，哇，一关一关的过，今麦已经来到第13关喽。能够跟2位高手对抗吼，真正足刺激的，终于完成我的梦想了。希望吼会当后一道会当搁看阿 Sir 平手，安尼我就感觉足欢喜啊。连续2首歌并不会压力大，只是说可能自己的休息时间不充分，会比较疲累一点，是自己的这部分的关系，身体的关系，跟歌曲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还可以唱得更好，因为这一首歌，其实我有很多想法去诠释，可是我等站上去这个舞台的时候，我好像就全部忘光光了。像那个谁，谢玉拿到24.4呢，吓一跳。来哦，医护人员擂台赛，上周打成平手。有请刘一珍、刘依玲、刀房小清风、赖俊霖，欢迎2位。上周医护擂台赛战况激烈，刀房小清风声音独特，擂台主技巧细腻，全力应战。不好打的分数，但是是很棒的一个享受。让评审伤脑筋的2人更是打成平手，2人平手再战，全力以赴。我期待这次能把我选的这首歌也有一点难度把它唱完。没有出错，我觉得就是第1名。上一次平手其实真的还蛮刺激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已经调整好心情了，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会表现得很棒关键一战，谁能获胜？有请刘一珍、刘依玲、刀房小清风、赖俊霖，欢迎2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万华的赖俊霖。大家好，我是刘依玲，来自高雄，谢谢。那么这个现在要带来什么歌曲呢？我今天要带来的是许富凯老师的《一席》。好，那我们可爱的一珍姐姐呢？哈，我今天带来江蕙姐的《单台不破》。好，那么坦白说了哈，因为对医护人员来讲，他们这个时间呢是跟一般上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你在开刀房跟过最久的刀是多久？最久就是加班可以加到12个小时，就上12个小时的刀，站12个小时啊！中间还是有人可以来帮忙你上个厕所，这样是。对，主要还是你会把它更完。哦，那你有遇过那种器官捐赠吗？其实这是会让我感触比较多的，因为基本上在手术室久了之后，就是会稍微就是看多了就会觉得还好，但是唯独是器官捐赠会让我觉得更有感触。怎么说？像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台是活体捐赠，对，因为活体捐赠有一些判定啦，这样就是脑死要有2个医师去判定，对，判定完之后才会让家属就是决定说要不要器官捐赠这样子。哦，所以也器官其实各也塞用，各得挡的对啊，就是以脑死了这样子。对，他的脑部已经没有反应，但是他的身体的器官都还是健全的。哦，对，然后就会决定要去做手术。那他不就是全身都要捐出去了？还是会看家属想要捐什么部位这样子。对，然后。那你那一次遇到的是要捐什么部位？遇到的是捐心脏、肝脏，然后还有2颗肾脏。对，要救这么多人哈。是，他还我觉得那个感触比较深，是因为取器官是需要有顺序的。对，有一些是不怎么急，就是可以放到后面取。那比较重要，像脏器需要血液灌流，心脏这样就会需要先拿。但是那一刻是最冲击的。为什么？因为心脏拿掉，就代表这个人就是那个监测荧幕上面就会显示就是没有讯号。对，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
有一种生命消逝的那个瞬间的感觉。对，所以其实这个人已经在学理上已经是脑死，其实他也不能活。为什么？他慢慢的所有的都会器官就会通通跟着萎缩，就会坏掉，就得停止。那一刻你对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其实做医护到后期都还是会稍稍有一点麻木，但每次遇到这种案例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要好好珍惜当下。对，因为那个病人是车祸，对，但是那也是很一瞬间的事情。我觉得家属是更难受的，他们要决定要让他的器官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一刻才是最痛苦。就是说，其实那个是他，因为他在开刀房7年了，他要看到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怡玲姐哈，我们的一珍姐哈，她经常会遇到，就是说很多人小病都觉得没什么，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对，没错，因为我的朋友里面有个大姐，她就是一直觉得喉咙就是有问题，然后看了很多医生，然后医生跟她检查喉咙也都没事，对，然后吃完消炎药，吃完就几天就好了，可是呢，过不了多久又来了，然后她又就是一直觉得很纳闷，她已经换过好几个医生，那为什么通常这个状况也都会去找耳鼻喉科，对，没错，概念是这样，对，她也是找过好几个耳鼻喉科的医生，我说你这样不对，你应该去大医院去抽个血检查，然后我是建议她到风湿免疫科。这个科别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怎么会是跟风湿免疫科有关系？对，那所以呢，去看诊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没错，你这个就是要来看风湿免疫科，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然后及早就是说，验出来它是一种干燥症，就是慢慢你的免疫系统攻打你自己的细胞。然后导致很多地方就会慢慢就是会有一些出现免疫方面一个状况。可能有时候攻打什么喉咙啊、眼睛的一些黏膜的部分，像这种干燥症，它算是一种可以申请重大伤病。你说干燥就是那个干燥，对，很干的那个干燥，因为像我们一般的黏膜都是会有湿润的，所以脑就大的掉啊。对，然后什么口水分泌也是会有问题之类的。以后一定要扣药啊。对，要不然你一直没有吃药控制的话，会变成中度，然后后来变成重度，你就是一直吃药，就是再怎样也没用。那所以他现在轻度的时候，就马上用药物控制，那就不会再继续恶化下去。当然，这个分享也是让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哈，都多一个参考，对不对？对，没错。好啦，温暖的讲完哈，残酷的就要来了，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随风去，长山的风吹，甲因相牵，也袂看你变老，爱着这。我是啥人的，相思几回，伤心问后悔。你敢会想以后几暝，纯情无做，再相变五百夜，是让你过。人生一回，放你去飞，又受伤几回。伊是的话，听你心底才来变，心肝宝贝。伊是的花，变过搁开嘛，不是原来迄个。伊是的话，难过雨水才知会，细滋味嘞。爱过，只是爱无彻底。伊是的花，一句一字听煞遍风中的雪。伊是的缘，谁人行过后来我孤单一个。伊是少年，美梦沉底心满，嘴去无反背。
夜夜地飞。谢谢赖俊霖。接下来刘依玲带来的歌曲是《单台乌花》。有你作伴，亲像阵可花。你若了解我。风吹也袂寒，着心眼乌行，将你带做客厅，不惊予人看，讲着爱的心痛，天顶的星，静静地看，将艰苦的情。条路留我行，我心情你知影，我的双等待无伴，也无心情，搁忍耐着孤单。爱是一款命，消息嘛无。情是一句话，会害人痴迷。人付出这多，连天嘛不讲话。你有爱我无？对我也免歹势。天顶的星，静静地看，将艰苦的。条路留我行，我心情你知影，我的双等待有伴，也无心情，搁忍耐着孤单。天顶的星，静静地看，将艰苦的条路留我行，我心情你知影，我的双等待有伴，也无心情，搁忍耐着孤单。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赖俊霖，好又嘞，我跟你讲这首歌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让我感觉上是两首歌的感觉，就是副歌之前跟副歌之后，为什么？就是尤其是你唱人生一回，放你去飞，就受伤几回，这句的那个情绪好像跟接下来副歌的情绪就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我觉得这如果之间的落差距离再近一点，可能会更有整体性让我觉得你真的会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好，我讲一下依林，依林这首歌哦，其实有很多句子哦是非常有攻击性的。你来想想，你现在是卫冕者哦，我们对你的听过你唱那么多歌以后哦，我们对你一开始给分的那个起跑点是跟新人来比赛是不一样的，就是唱到这句好是应该的，接下来你唱到这句之后，能不能再加一点分，是我们期待的。但是这首歌我觉得有很多点都没有，就是很可惜啊，就没有把那个张力啊、那个攻击的那个力道做出来，很可惜。今天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依林呢？老师好。我其实就是闭着眼睛把这首歌听完，好，然后我觉得整个完整度表演的都非常好，好，但有1、2个字，我觉得它是发音上面，我觉得譬如讲天顶的星，你也唱天顶的星，你会有一点那个。一点点粗细的那些咬字的部分，那个只要调整一下。但是整体，我觉得你这首歌唱的不油不腻，你应该多挑一点像类似这种歌。然后其实你是有功力能够诠释更多不同风味的歌曲的歌手，所以我也非常期待你还有更精彩的表现。好，谢谢老师。好，我们接下来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我有一个故事，我讲就会使。1分钟就好。我进前去开刀无吼，开这鼻中隔弯曲。鼻中隔弯曲是局部麻醉嘛，所以医生你压力咳，什么声音你都听得到，然后不能咽口水嘛。我就艰苦，我就举手。医生讲刮风有啥物代志？我会使有一个要求，你才放一下音乐的。我讲好啊，你要听啥物话？无放你的啦，我讲好啊。伊就开始电脑搜了，结果伊放啥个？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我今日讲这是哈，你后摆你这个开刀房内底唔通听，唔通放这条，足艰苦的。但是我真的对你们感到很致敬，就是恁实在太伟大。然后你今天今日唱的这条歌内底感情真好，但是有一寡可能是忝啊，一寡尾音啊哈，那个气。就有点不足，造诣飘掉了，主要够改进的这个所在。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骨科好不好？俊霖啊，开刀房的骨科的俊霖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医务人员擂台赛赖俊霖第2礼拜的表现来了，我跟你讲，24.2分。等下哦，一礼拜比一礼拜较悬哦，顶礼拜分数是24.1。到底一礼拜变成安怎啊？咱耳鼻喉科一针解一针就找到你的一针解，到底可以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来哟，加油！一针解加油！刘依林一针解得到分数是24.4分。哇，谢谢老师。我们还是很露脸了啦，哈。赞了，这令学姐啦，哈，学姐赞，谢谢你，谢谢俊霖，谢谢，好，恭喜依林，登上我们的红人帮宝座，谢谢老师，谢谢。所以啊，虽然是拍拍，不过分数把拍出来啊，闯进了第7周，成为我们医护人员擂台赛的擂台组奖一啊。我把我想要唱的歌唱完，我觉得已经就是没有遗憾了。依林姐，你可以冲到第10关的，学姐加油！我觉得俊霖真的是超级会唱的，然后刚刚在整个听他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年轻人的声线真的就是很棒，他的真假音的转换真的是超强。那所以我们在私底下大家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动感歌曲挑战赛，考验选手的节奏能力。萧承佑首次演唱偶像陈英杰歌曲，谢依玉展现个人特色，诠释经典老歌。林雅婷风格转变，电音舞曲。动感挑战，大家做伙游落去。精彩内容就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万事一冷气冠名赞助播出。